今仔是24节气的立冬哦，代表寒人已经到了，真侪人拢会食饱。惠灵馆的中药商工会今仔就宣布讲，因11要伫好尾6帮麦红蛋来办炖补的嘉年华，今仔嘛先准备一寡补汤，互大家来试食。小特特打煮好羊肉炉、药膳排骨，全部拢是免费的，民众食甲真欢喜。过去国人第立冬这天，拢准备中药来炖补食养生。 为雪落较寒的冬天做准备。拢立冬就是补冬啦，补冬就是拢食中药的药膳来补冬呢，就对啦，补身体较健康，身体较勇呢。不过有真侪民众困扰，家己属于较弱的体质，要安怎来入补？云林中药商工会表示，现在有真侪药膳包已经拢走向清淡，嘛有中药味袂遐重，只要民众搭配蔬果来炖补，基本上拢家己煮来食。 我们已经是走向一种养生啦，所以药的药味其实无法当，而且即卖药膳的料理内底吼很多样化，上重要是咱爱加真侪蔬菜嘛，对不对？咱做这蔬菜加落去的时阵，会互咱整个在养生补充内底又兼具的整个健康。即届着COVID-19， 这个空气互咱台湾省，咱遮人民啊所丢的这个身体。 大家拢有受影响，办这个药膳排骨啦，来带咱遮人民百姓大家来顾身体。中药商工会表示，民众若是要家己炖补，一定爱去客家中药商买药材，为着民众会当食到免费的药补。云林中药商工会嘛召集20外间的业者，第11号伫好尾6帮麦红蛋举办药膳嘉年华，会准备排骨汤、姜母鸭、羊肉炉等等，要来帮民众食补。记者向云林报道。